宣调，着趁妖花通吹着的时来找伊，伫伊三更的时求救伊，歹人着离开伊的路，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。归向妖花，伊要怜悯伊；归向咱的上帝，因为伊要变形赦免。现在，请咱闭目好咱的心，咱要三脚做伙来祈祷。主的阿爸天父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伫你的面前，我要来承认，我的本性拢是充满着这个罪恶，独只有你知影阮的软弱，因为阮常常离开你的道路，也浪费着你的恩典，恳求你来纪念。你的独生囝主耶稣基督来赎回阮的罪孽，恳求你的恩惠来赏赐予阮。但今仔日我搁一摆，就是阮大家来进入到你的圣会内面，恳求你，互阮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来学乐你，互主的圣尊名通得到荣耀。今仔日是阮因着这个肺炎疫情，事经过1年5个多月，以后第2摆倒转来教会，来做这个实体的礼拜。但兄弟姊妹也拢总非常的欢喜快乐，感谢主、阿罗主。但肺炎病毒这个疫情，伫全世界各所在。这个灾难也无结束，但最近，搁伫这个阿富汗，搁遭到这个人间的这个地狱。过去由这个美国所支持20多年来这个政府的军队，忽然间失去了这个战斗力，全部来投降伫这个塔利班的这个新纳斯下面。这是一个真极端。恐怖分子的组织，伫过去美国911的事件，就是因所来做的。若是互伊起来掌权，
全世界就拢无这安宁的日子咯。咱大家所担心的就是，遐个还佫伫阿富汗境内的这个宣教师以及基督徒，因的性命是非常的危险。咱只有呼求天父上帝怜悯来拯救因。最近全世界各所在气候变化无常，水灾、土石流、火山爆发、地震常常发生，战争人祸不断，互咱意识到最后所基督过来的日子已经近啦。咱应该就要谨慎来祈祷。今日咱阁一摆来到上帝的心宝座前，不管是伫北美，还是伫台湾，咱拢爱谦卑来恭听主的这个话，求求主来洁净罗卜的嘴，圣神会来感召阮的心思意念，我会通得到福气，搁一个蒙恩的一个主日。台湾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咱做伙来听上帝话，记载伫哈巴谷3章16到18节。16节，我听到我的心肠绞架，为着迄个声，我的嘴唇时时顺，骨骸朽烂。我伫我的所在皮皮喘，我只有点点听候。灾难的日子未到，侵犯境内的百姓上来。虽然无花果树无繁衍，葡萄树无结果子，橄榄树嘛无收成，田园无出五谷，巢内无半只羊，牛巢嘛无牛。我还阁要因为上主来欢喜，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快乐。第二位圣经节记载伫以赛亚书30章15节到17节。15节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的捌安尼讲：恁的得着救，在伫我做霜甲红叶；恁得着快乐，在伫平静甲信靠。总是恁无要安尼做。恁讲无啊，我要骑马来走。所以恁特别走，佮讲，我要骑迄个真牛走的精神，所以约定的嘛会真牛走。一人喊话，就1000人逃走；5人喊话，就恁拢要逃走。地高所存的，亲像山顶的旗杆。山头的大旗，这是上帝的话。你若读佮听遐个预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拢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啦。阿明。好咯，叫做圣神的规矩。圣神的规矩，加出圣神的规矩，加出圣神的规矩，加出圣神丰盛规矩，加出圣神的规矩，加出圣神的规矩，加出圣神的规矩，加出圣神丰盛规矩，下面点点点点的规矩。
加出相是风尘过节，加出忍耐的过节，加出欢喜的过节，加出好评的过节，加出相是风尘过节。下面见见见面的过节，加出相是风尘过节。加出吞吞的过节，加出滋味的过节，加出善良的过节，加出相是风尘过节。下面点点点点的过节，加出相是风尘过节。加出忠心的过节，加出温柔的过节。加出尊赞的过节，加出相是风尘过节。下面点点点点的过节，加出相是风尘过节。加出相信的过节，加出相信的过节，加出相信的过节，加出相是风尘过节。加出相信的过节，加出相信的过节，加出相信的过节，加出相是风尘过节。加出相信的过节。加出相信的过节，加出相信的过节，加出相是风尘过节。加出相信的过节，加出相信的过节，加出相信的过节，加出相是风尘过节。点点点点点的过节，加出相是风尘过节。加出忍耐的过节，加出欢喜的过节，加出好评的过节，加出相是风尘过节。点点点点的过节，加出相是风尘过节。加出吞吞的过节，加出滋味的过节，加出善良的过节。加出相是风尘过节，点点点点的过节，加出相是风尘过节。加出忠心的过节，加出温柔的过节，加出尊赞的过节，加出相是风尘过节。点点点点的过节，加出相是风尘过节。加出相信的过节，加出相信的过节，加出相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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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过节，加出相是风尘过节。加出相是风尘过节，加出忍耐的过节，加出欢喜的过节，加出好评的过节，加出相是风尘过节。加紧紧紧的过节，加出相是风尘过节。加出吞
用的果子，结出成功的果子。的果子，结出成功的果子。结出忠心的果子，结出温柔的果子，结出出赞的果子，结出成功的果子。的果子，结出成功的果子，结出真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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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果子。给出真心的果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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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出真心的果子。结出忍耐的果子，结出欢喜的果子，结出和平的果子，结出成功的果子。结出真心的果子，结出成功的果子，结出纯纯的果子，结出慈悲的果子。结出成功的果子，结出成功的果子，的果子，结出成功的果子，结出忠心的果子，结出温柔的果子，结出出赞的果子，结出成功的果子。的果子，结出真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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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果子。给出真心的果子。各位乡亲士大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美国的神学家叫做尼布尔，有一个真出名的这个祈祷，被称作是安宁平静的这个祈祷 ，Prayer of Serenity。伊伫讲，上帝啊，赐予阮有一个平静的心，去接受我所袂当改变的代志，也赐予我有气力，去做互我会当改变的代志，嘛赐予我有这个智慧去分辨这两种的这个无共款。这个世界有真侪代志是无可能改变的。伫旧约的以色列先知，常常就是伫一种的痛苦的中间，因受呼召去做先知。当然，毋茫传达了上帝爱因宣讲的这个信息了后，会当带来这个改变。哈巴谷的先知虽然非常的惊吓，总是伊最后还阁是选择安静，听候这个灾难的日会临到。最后所特别上是个以前，伊伫克西马尼园来迫切祈祷，恳求天父讲，将这个苦杯来甲伊摕去，总是就是即便吼，
耶稣身为上帝独生囝，尤其是无法改变的。天父爱伊上十字架，成做人类赎罪者这个旨意。有的病是袂好的，有的失落去是袂当阁倒转来。代表的囝儿得到重病，代表为着这个囡仔来禁食祈祷，总是呢，囡仔依然是死去。所以代表伫即款的绝境的中间，上帝赐予伊有智慧，会当去分辨下一步要安怎来行。所以代表伊就用平静的心去接受伊袂通改变的代志。所以来较早淡薄仔来认清楚现实。也早一点来学习，徛伫上帝恩典中间，毋望上帝荣耀。先知哈巴谷上出名的一段这个圣经节，就是记载伫哈巴谷书第3章第17节到18节。你讲，虽然无花果树未发旺，葡萄树无结果，橄榄树嘛无效力，田地无出粮食。调中绝了羊，病内也无牛，总是我要因为耶和华欢喜，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快乐。这段圣经则显出迄种真强烈的信仰，就是环境虽常的这个艰难，不过我犹原要相信我的上帝。这是何等大的这个信心嘛！这嘛是何等的这个艰难的信心嘛！哈巴谷伊并毋是毋惊呢，虽然伊是非常的惊吓，惊到安尼，惊到喘喙哭，全身躯安尼皮皮喘。但咱遇到惊吓时，有几摆是惊到即款的程度呢？伊还阁会当做啥物啊？伊只有还是会当安静听候，听候迄个可怕的灾难的日子来临。所以信仰的路。就是毋是一条真容易的道路，所以安静听候灾难的日子临到，这个信心是何等艰难的功课啊！上帝深知影咱的软弱，伊嘛深知咱虽然心内是愿意，做是肉体依然是真软弱的，毋过伊保证会陪伴咱，直到永永远远的。每一个基督徒的一生，拢袂离开三个。这个呼召，每一个呼召拢毋是真容易的。头一个呼召就是得救的呼召。最后所拄开始出来传道时，对学生的呼召就是讲来跟对我。马太第4章19节，要回应这款的呼召，敢真简单嘛？对伫福音书典源，可能学生因听到这个呼召，拢无。焦急打出因最干脆的行动，有的马上放落伊手中的这个希望啊，有的放落伊的亲情，有的离开高收入这个工作，来跟对我这句话，对古早到今仔日，呼召了上千上万的人来跟对主耶稣，无论是贫贱富贵、老人、少年人、妇人人，每一个来到主耶稣面前的。拢毋捌后悔过，因拢得到最完全的这个接纳。所以接煞，最后所看到困苦的百姓流离失所，佮有这个繁杂的这个律法，甲伊缀甲喘袂开，喘袂无都喘开来。伊佫一摆发出这个邀请，讲既然劳苦担重担的人通就近我就要互你得到安息。马太福音11章26节、28节，伊送互咱每一份这个安息的这个礼物，要帮助咱专心来跟对伊，是要得到安息，帮助每一个人对混乱中的这个世界分别出来。这个是主要所基督第2个呼召，就是正圣的这个呼召。当安息是啥物？毋是礼拜日来教会，就保证你是会得到安息呢？安息的范围真宽，最基本的就是一个人甲家己，以及别人，以及甲上帝互相的关系，
维持一个这种温和平衡的状态下面，这种的平衡的关系，通帮助咱的心思意念降服伫主耶稣基督的主权下面。所以呢，咱通对这个惊吓不安的中间，通得到逃避，脱离苦毒、嫉妒、骄傲、自私的捆绑。安息嘛会通比辨讲，一只训练有素的这个战马，伫战场的顶面，袂因为这个炮声、枪声来惊吓。伫这个交叉的这个环境中间，这只马真自信，伫主人真轻微的动作的顶面，主人啊，溜溜啊，甲伊揪这个马绳，也是两只脚轻轻啊夹一个这个动作，这只马就知影是啥物时阵爱进前，啥物时阵爱动点，袂使震动的。所以心内得到安息，是一个真重要的这个条件，就是踮伫主的内面。如果若无有这个踮伫主的内面，安息真紧就要失落去。假使讲吼，有一日你受到这个英国女王真精美的这个请帖，要邀请你去这个白金汉宫来住一暝，通来享受皇家的这个荣耀，你敢会简单？行到这个王宫门口去翕一张相，看到华丽大门，你就心满意足嘛？袂啦，你一定是要入去，好好来享受这个皇家丰盛的这个招待。你嘛会看到各种这个优雅的这个艺术品，你会真恭敬，女王真高贵，亲切来笑容，你会巴不得每一日想要住伫这个王宫内面。这个就是天顶国王的这个邀请。伊欢迎你逐日拢踮伫伊的王宫内面，所以当咱当初信主的时阵，虽然咱愿意相信圣经内面的这个应允，就是罪已经得到赦免，并且去担着救恩的平安甲喜乐，所以就开始来分享做见证，也开始读圣经，开始来操练这个祈祷，总是伫咱的内心的深处。那就是还佫真空虚的，这个半暝梦醒的时，你会想到讲，敢真正有遮简单的代志吗？只有当咱踮伫上帝伊的内面，得到真正安息了后，才会当肯定，才有正确的这个根据，这个时阵才会当完全享受到这个救恩所带来这个安息。像一台船靠岸的时，除非是伊的艇趴落伫有够深，而且艇趴落伫一个地点非常的可靠，若无暴风雨一来，规台船就这暴风雨甲伊吹走。咱的熟练的这个光景嘛是安尼生啊。咱熟练的这个艇趴落的地点，就是伫主耶稣基督内面，这是咱得到安息的这个秘诀。迄边的人书。迄边的人书第2章第1节提醒咱，讲所以恁着若发心中所听见这个道理，恐惊了随流会失去。圣经的流失大部分是豆豆啊来的，慢慢出现伫咱熟练的这个片段。几日久袂记你核对咱的这个指南针，无及时来修正咱家己的方向。无好好来检查家己的装备，无目标的漂流，无方向的这游走，为互你慢慢啊来离开这个主流，最后竟然迷失伫你无实在这个水液内面。有一天，你忽然间发觉，家己已经是行入去这个暴风雨的中这个内面咯。这个时阵，你爱挖过天顶的这个导航系统。努力去调整方向，慢慢啊将你的船来引带到正确的这个航道的顶面。有真一人忘要得救了后，会经历到心灵得到跑棒这个喜乐，伊真巴不得四周围的亲人朋友拢会通得到这个福气的好处，所以甚至伫伊心灵的深处也主来祈祷讲主啊，
多谢你赏赐予我有新的活命，我愿你一世人来侍奉你。你爱我去倒落，我就去倒落。总是呢，经过这个时间的过去，迄份这个起初的入狱，迄个起初的痛，就变甲呢无煞煞。最后就亲像圣经所描写的讲，迄个不有的少年官，伊捌来到耶稣面前，却是忧忧愁愁来离开主耶稣。最后所做了来我家要得到安息的这个呼召以后，最后做伫上天以前，伊下一个最后的一道这个命令，所以恁就去，互万百姓做我的学生。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，这个就是第三个呼召，就是服侍的呼召，服侍的呼召。最后说真清楚，这个人来到伊的面前的人，如果若袂通先伫安息中来得到快乐，你就行袂出去。所以有真正的安息，才有人去完成这个大使命。上帝照着先知以赛亚提醒咱。恁得救是在伫归回安息，恁得到快乐是在伫平静安稳。以赛亚书30章15节，所以对这个无用的中间，咱跳到倒去上帝面前，安静甲主相沟通，咱就会当吸引主的能力，互咱的工作更较得到快乐。最后所讲，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枝。常常踮伫我内面的，我也要常常踮伫伊的内面。这个人就要结果子多多，因为若离开我，恁就袂通做什么。约翰福音15章第5节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如果有基督伫伊的内面，伊也伫基督的内面，就要结果子，这是这个必然的反应。园丁就是负责来掘土、施肥、压水、甲修剪，保持一丛树仔有健康的生命。结果子就是自然而然的代志嘛。所以伫这个安息以前，你的生命就要先经历3个层面的这个重整重整。头一个重整你的信心，重整你的信心。当咱看到环境，当咱看到疫情，当咱看到经济，伫咱的心中会感觉惊吓。咱需要学习，毋通有环境来甲伊支配，就要去学习，赢过这个环境。相信上帝是掌管万物的主，客观的环境虽然是有困难，但是主观的心境，咱确实会当更新的变化，用信心来下过这个环境。第二项，定做你的这个侍奉，重新去做你的来组织你的侍奉。因为这个疫情，有真侪基督徒无法度转去这个教会做实体的礼拜，所以呢，当一后疫情的这个生活，教会开始安排2条路来进行。就是伫这个线顶、网络顶面来做礼拜，以及实体的礼拜来同步吼。那么，我的教会就是采取这个双条来进行，有这个实体的礼拜，嘛有这个网络的礼拜。所以你的属灵的活命，袂通单单我看你一个人来，或者闭门造车，关门伫内面你做车吼。乃是需要甲兄弟姊妹做咱的成长。上帝所设立这个地方教会，就会要互咱这做一个教会，做来敬拜，做来学习，以及做来成长的。第三项就是这个家庭的这个重建，家庭的重建。那么家庭要兴旺，需要我去主要我。虽然讲，若毋是要我所起造的厝。就起造伊的人就空着我，若毋是要我所看守的城池，看守伊的就空景色。所以敬畏要我就会当经历到蒙福的这个人生。疫情，互咱有机会来成长，
所以咱就要抓条教会的这hand道路吼方向盘，重整对上帝这个信心，也重整咱个人以及家庭，毋是什么经济的变化嘛？以及咱这个家庭是毋是什么经济的变化？按时刻刻来查验，什么是上帝顺传、善良、通欢喜的旨意，才袂去浪费着即回这个瘟疫的这个疫情，会当互这个后疫情生活中间活出无共款的活命来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已经信主真久了，却无结出这什么款的果子，那么你就需要去检查看卖咧。基督是毋是有踮伫你的内面？你是毋是有踮伫基督内面？无论你踮伫主内面有偌久，我希望要劝勉你开始来操练踮伫主的内面。所以你就爱基督讲主啊，请教示我要如何踮伫你的内面，并且你爱常常来默想踮伫主的内面是甚么意思？你内面的这个圣神。就真乐意来引带你，所以愿咱伫主的内面，会通享受真正即个安息，并且倚靠着基督加结即个果子，互上帝名得到荣耀。所以愿上帝祝福咱一切，愿你跟对主要所行上即个十字架道路的人，愿上帝祝福一切伫即个学习艰难的信心功课的人。愿上帝保守咱即群无愿意拍拉松、有偏差、甲假冒伪善的人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免。这条要来吟回应诗歌，倒转安息。先知以赛亚12:8是讲，因对上帝背逆。唔听咱上帝的教示，所以伊伫即个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讲：恁得救是在伫倒转安息，恁得到快乐是在伫平静信靠。恁竟然家己唔肯，所以咱今日就用这首诗歌来做回应，目的就是要提醒咱大家爱谨慎来听咱上帝话。阿们。咱的地球是在伫倒转安息。咱得到快乐，是在伫平静辛苦。咱的地球是在伫倒转安息。咱得到快乐，是在伫平静辛苦。
在的多的难有，咱的就回来，是在的边境辛苦，咱的地球是在的多的难有，咱的就回来，是在的边境辛苦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亲阿爸爸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今日随梦阮已经开始做第2摆这个实体的聚会，就是阮希望保留着这个网络的礼拜，这是专门为着我倒来教会参加的这个乡亲，也会当有机会借着这个 YouTube 来做礼拜。但今日阮对这个旧约哈巴谷3章16节到18节，以及这个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到17节，阮做来思想，
心灵通得到安息。对今仔日这个信息中间，甲阮讲，无论你伫主的内面有偌久，咱就要开始来操练，踮伫主的内面，咱只有来操练祈祷，讲主啊，请教示阮要如何来踮伫你的内面，并且咱也要爱时常来默想，踮伫主的内面意思是啥物？所以，伫咱内面的这个圣神，就会真欢喜来引带咱，愿咱伫主的内面，拢会通享受到真正的这个安息。并且我搁着基督去结一个果子，互上帝的名通得到荣耀。愿上帝祝福一切，愿你跟对主耶稣基督。就是未嫁的人，愿天父上帝祝福一切，伫学习艰难的信心中间的功课的人。大爸爸上帝，阮多谢你，赐了这个圣神伫阮的内面，来帮助阮赢过肉体这个软者，并且引带阮进入你的安息，阮会当食做结果子的人，亲阿爸爸上帝，我若要为着秘伫遐个黑暗中角落，互苦毒、怨恨捆绑，袂通得到安息的灵魂来祈祷，求主你切遣天使来带因出黑暗，进入你的光明，求你保护阮的细囝，互伊当。伫安全的环境中来成长，找派天使天军四面包围每一间的学校，互阮伫你的做爱甲稳定的中间，得到真正的这个安息。那阮当心的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但这条阿罗牧师要来甲因祝祷吼。愿天父上帝做甲怜悯，最后所记到恩典，圣神保佑所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的儿子的同在，伫到记述的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亲爱的乡亲时代，兄弟姊妹，咱今日的礼拜。以及网络礼拜，到这就过一段落。毋咱伫后礼拜共一个时间，咱要伫教会相见面，也刻在一个空中来相见面。愿上帝赏赐恁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，努力，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记照万变是最好事，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。恁着记照万变是最好事，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。阿罗哈哦，阿罗哈哦，我名我予伊的名光照你。阿罗哈哦，阿罗哈哦，我背后地欢喜的名看你。